在国华友爱商圈周围，有真侪穿着古装的朋友，伫大街顶面欢喜游行，搭配着四周围的现代建筑，参像是古早人穿越时空同款。这场国华青王诸神汉服嘉年华是台湾国际汉文化整合服务总会以及梦月楼合作举办，希望透过举办这场活动，会当让寡济民众认识汉服文化，同时嘛当凝聚社会爱心，共同来关怀弱势。国华慈善松王，我们的汉服嘉年华，那目的就是希望结合社会一些公益团体，然后让一些弱势家庭的孩子们、家长都能够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文化体验。那当然，在台南古城府都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发展像是日本清水寺，能够像穿着和服，然后去逛京都，然后吃小吃的那种感觉。所以其实，在台南这边有很适合发展的一个资源。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推广汉服的这件事情，再结合一些传统文化相关的一些技艺，或者是活动，来让台南的文化能够更深层次的去发展，避免说有一些文化因为很久没有人接触了，开始没落。不止台南在地民众参与，这场活动嘛庆祝全国各地汉服爱好者加入，甚至还有4、5岁小朋友嘛扮了水水，带着队伍游行。什么服？汉服。汉服啊，你觉得这样穿这样漂不漂亮？漂亮。漂亮啊！你喜欢穿这样吗？喜欢。自己就有在研究，然后叫我妈报名，然后就来了。对，他都会看那些就是人家穿得很漂亮的衣服，然后去自己去说要买这些东西。南宫一路里楼三班嘎嘛，那第一府城我们希望呢可以让更多人认识汉文化。那我们身上所穿的是汉人的一个传统服饰。那在这边呢，我们也结合了国华街、国华商圈，然后跟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在地互动，因为我们想打造一个台南古都穿汉服。游台南吃美食的这样子的一个愿景，就像日本清水寺一样，穿和服啊去逛清水寺。每年就是台南400天，主办单位有计伫年底举办传统服饰文化节，游行的民众将展现明朝希腊做的服装、日本时代服装、民国初年的旗袍甲唐装，到现代新住民时期台南市各族群的清查服装。共同庆祝台南400天的到来。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